哎呦，礼拜哦，原来学校有电脑让拍咧哦。哎呦，礼拜拢会去学校遐用电脑呢。哎呦，太搞！哎呀，哦，总爱拍咧哦。哦，哦，爱啦，爱会晓用电脑较好啦。这时代就变安尼啊，爱会晓用电脑较好。咱话要去找头路嘛，拢爱会晓用电脑。近视哦，近视敢会是咧读册的所在伤暗？看敢会是迄个做较无食迄个做卵，还是较无食啥？无啥咧食卵哦。早阵伊也无啥会剩咧食，会早时啊就70块客咧去买早餐，毋知买哪咧食，咱哪知？啊，我煮的伊也毋食。哎呦，安尼要安怎？啊无泡牛奶咧食哦？牛奶伊嘛毋食。哎呦，安尼是要食啥货？知，啊，都拢一早拢。早顿足重要呢，是。70块互伊，毋知拢去咧买啥。哦，70块足济安尼。哦。伊早拢毋捌5角，还几角呀？哦，应该啊。嘿嘿嘿。哎呀，足久啊，足久啊。哎呀。伊哦，即摆70块会当买足济，啊，毋知有拢有欠开呢，毋敢食欠开无。伊会欠起来。食无食豆乳嘛爱食。对啊，爱食啥话就去买尔。哦，啊，透早较毋通食冰冷的，爱有食饱，头脑较会好啊，较有够力人，体力人去读册安尼啊。嘿，中昼顿拢是好食，有营养午餐的哦。暗顿的下晡咧。吼。凊彩乌白食，见食无一滴啊。下晡顿来有咧食的呢。营养时啊。安尼营养时甲准备一个，要营养时甲准备一个。啊，就有当时啊，伊若毋剩食，就去买。安尼哦。买伊爱食的物件。安尼哦，吼，都无简单的吼。嘿。